成日對住手機，對眼又乾又蒙，除咗滴眼藥水之外，有咩營養素可以幫助你滋潤雙眼、增強眼力呢？例如葉黃素同玉米黃素，佢哋係天然胡蘿蔔素，有助隔絕藍光、清除自由基、減低紫外線對眼睛嘅傷害、保護黃斑區等作用。此外，DHA 係視網膜嘅重要營養素，佢有助補充淚液分泌，令眼球保持水潤，維持視覺清晰同敏銳。針對眼部不適就唔少得山桑子同埋小米草啦。山桑子可以幫助強化眼底嘅微絲血管，舒緩眼睛疲勞乾澀，同時提升夜視能力。小米草有抗菌嘅功效，改善眼睛過敏，幫助舒緩眼睛紅腫、痕癢、不適等症狀。卓凝芳滋潤護眼素一粒含以上5大元素，有助保護眼睛視網膜、黃斑區，增加血液循環同滋潤度，全方位照顧你雙眼，舒緩眼部乾澀不適，維持清晰視力，咁成對眼就精靈晒啦。